之前咧呢位車主咧，其實咧已經喺我哋度做完咧一啲保護方案啦，咁佢就做咗 Final SHP 嘅。咁我都想俾大家睇下咧，其實1年到嘅效果會係點樣嘅？因為好多車主咧都唔知道啊，究竟佢修復功能強唔強啊？會唔會用耐咗會唔會好多蜘蛛網紋啦？咁我哋可以帶你 close up 睇一睇咧，其實你見到咧燈光照埋去咧，其實好多位置咧，其實你真係見唔到一啲蜘蛛網紋嘅，因為咧其實洗完車就算產生一啲花痕出嚟咧，佢都可以透過熱力修復。咁最重要咧，我都想帶大家睇一睇咧，就係一啲成日會見到一啲黃色一點點嗰啲係咩嚟咧？其實咧嗰啲係蜜蜂屎嚟嘅。呢啲蜜蜂屎咧，如果你冇做任何 protection 咧，基本上咧你用手指甲刮埋去咧，其實係完全去唔到嘅。但係咧好多車主咧都會見到呢啲咧，就覺得哇有啲硬硬啦，所以佢哋都會用手係咁捽。咁捽完之後咧，其實咧會有啲花痕會出現翻。但係如果你咧面頭做咗翻呢 SHP 咧，係完全唔同。我哋又可以睇下 close up， 你見到咧呢度咧一點點啦嘅蜜蜂屎啦，其實咧我哋用手指甲咧一刮落去咧，即係推一推咧，佢就會走噶啦。如果你就做到 Final SHP 咧，佢係可以 protect 到車身之餘啦，咁同埋咧佢就有埋個修復，變相咧光澤度又提升咗，同埋個 protection 咧會提高咗咧，咁就爭好遠噶啦。